为着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，云林县政府今年甲中兴大学合作，伫云林的大鼻乡来试验，甲益生菌当作是猪仔的肥料，来监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。初步是发现讲针对甲烷跟气体排放是有减少。县政府嘛表示讲，因会继续扩大来实验。猪仔是温室气体排放量上悬的主要粮食作物，为了消透排放量，云林县府今年头一届甲中兴大学合作，伫大鼻乡企业咧发猪仔时加入益生菌，再搁甲放起来监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。试看卖，对咱环境足有帮助，咱就爱先做好行，因为一定要减碳嘛，因为咱即摆的碳排放那么多，气候嘛拢无做好的，所以咱若为本身开始做，会对大家较好。参谋计划设置边讲用益生菌，但肥确实会当用较少，对食物的根嘛较好。虽然是第一届参加试验计划，不过伊讲会继续试看卖。也拿中兴大学嘛讲，初步成果报告显示，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减少看尔，不过甲烷减排大约92%，氧化亚氮嘛降低差不多80%。所以它其实不但能够减少甲烷的排放，又能够减少 N2O 的排放。那 N2O 的排放通常都是在施肥之后。就是说，我们这个水稻田你会施肥嘛？施肥之后，那个 N2O 就会冒出来。那甲烷是大概在有水的时候，它会冒出来。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初步的尝试，发现其实效果还不错。云林县府计划处讲，面对气候变迁、降低全球暖化，大家拢有责任，会继续用2期猪仔试看卖，卖继续招企业认养益生菌，加扩大到其他乡镇，同齐为环境拍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